是阿雄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出来有5个人。是，来到本节目过5关拼奖金，上侪35000块，你砸进去哦。今日介绍咱2队的来宾哦，今日阮这边水姑娘先来啊，领导水姑娘啦，咱的队长吴酸。欢迎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吴酸，我过来啊。人讲吼，迄边较徛久就是我的，这届总算是轮到我做队长啊。好，介绍队友。大家好，我叫永进，我是一个演员。哦是，嘿，因爸爸我熟悉，因爸爸嘛是一个算较咱长辈，嘿，对，你介绍恁爸啦吼。啊，爸爸有甲我讲，细汉的时阵差一点仔要叫美秀姊妈妈。什么意思？恁爸爸甲你手指捌？唔是因爸爸不要教囡仔，哪会当安尼讲咧？无因爸爸就甲阮同齐，因爸爸嘛是一个迄落啊前辈，嘿，叫做杨孝文，杨孝文，嘿，差一点要做因妈妈，就是迄当阵大家吼，就是拢爱耍嘛，嘛唔是讲差一点啊啦，无可能嘛。你差一点我就远的啦。你讲这出来，我唔知我要安怎讲吼，家己嘛带一条，好真好，今日带第2个再优秀啊，那第3个佫落要安怎？来，佫介绍一个。大家好，我叫杨廷俊，啊，江湖上拢叫我庙公，受惊八卦拢会使。好，欢迎庙公。好，来佫扫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蓉蓉，啊，我是婚礼的囡仔。哦，啊，我今仔日来的目的咧，就是来帮吴酸姊啊抱走奖金。哦，好，来佫扫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，我是台南人，然后我今仔日来教阮的姊啊做伙来摕奖金啊！今日大家目标拢真明显哦，今日真拼哦。我甲恁介绍一下，骹尾徛在哦。各位请注意，即马这边的队伍就是家和万事兴。万事兴，伊就是咱第26届年度歌曲、第31届金曲奖最佳乐团的得主哦。真快气啦！咱的队长啦，队长上咧。杨大正，大正哥哥来啊啦！是，这边算消防组的啦。消防组呀，开战进前有礼物要送。哦，新内流兵。来主持人先提，这是阮今年6月的时阵吼发行的专辑。有大风无？是不是？大风无？啊，真正名家和万事兴啦。赞，有签名啦，嘿。有签名。不过我要问一下吼，大正。你真罕你用家和万事兴，这一定是你人生当中有拄到什么代志，你才会想要和你的歌名叫做你的专辑叫做家和万事兴。其实吼，这条歌是咧写查某人的伟大。是哦，一个妈妈的伟大，一个妇女的伟大。对，因为吼较早的时代吼，真侪人要爱迄落。都一路查某人吼，较莫有意见的时阵，拢会去打压着查某人讲啊，为着家和万事兴，你较吞忍的。吼啊，其实我是感觉讲，这个进步的时代，咱爱甲这个观念变过来，应该是爱互相尊重。无唔对，安尼互相尊重，啊，莫白目。家庭才会幸福。啊，今日厉害是吼，本来队长吼拢家己来宣传对吧？对啊。今日队友拢来啊。拢来啊！拍会组拢来啊。拍会组。嘿，来介绍咱拍会组的。嘿，队员。来啊，大家好啦，我是迄个灭火器的主唱，我叫大正。嘿。我是吉他手，我是叫地武神。地武神。哦，台语拢袂歹哦。今日来送奖金的。送奖金的。你即马赞你也无吧？送 CD 都无卡的啦。你即马咧什么都感觉你，这无志气，嘿啊，一定爱有志气，3万5爱摕到转去。加油！好来，搁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瓜公哦，瓜公，会使叫我阿公就好。恁三个是熟悉拢迄落。我甲吴信甲阿培啊，阮三个高中同学。好来，阿培先甲介绍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培。真罕安尼讲啦，系啊，我是大贝斯的。嘿，但是还有一个水姑娘呢。水姑娘来。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名 AYO。嘿，我今摆咧主持台语台的无输这把输。好，不要紧，今晚咱今日介绍咱的台语讲老师。欢迎来国文老师罗公成罗老师。
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深刻，接讲恁就会有好成绩。哦，台语一定爱接讲啦，吼接讲你就愈来愈讲愈好愈好。好，来，今日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句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句，是要安怎斗咧？哦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咱就是爱有一个形吼，啊，请问家中迄几个字学掉了，你会使斗什么新的字入去？哦，啊，那分数要安算呢？咱这回合有3题哦，三题先抽到2题的人，就会使得到这回合的5000块。哦，今日甲2题抢起来哦！加油加油！来，手即摆先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恁若知影有意思啊，今日甲试落去哦。先回答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安怎才会透心凉？哦，热天，等下哦，阿伯，听我讲请抢答哦。可能钱欠较多啦。袂，来，咱讲一摆。请问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安怎才会透心凉？哦，安怎才会透心凉？三个哦，安怎啊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好，来，有3个牛啊！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啉米露才会透心凉。哦，啉米露才会透心凉。好，来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好，来，我恁，免迟紧。好，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去收水，才会透心凉。哦，爱收水才会透心凉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好，来这边。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看美女才会透心凉。哦，看美女才会透心凉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买菜。好，来这边。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食串冰才会透心凉。注意，食串冰才会透心凉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对哦，食串冰啊哦。来，这个还有热天啥话？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开冷气才会透心凉。哦，爱开冷气才会透心凉啦，无遮尔啊热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我还有一个。会使。来开冷气哦。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吹电风才会透心凉。哦，吹电风甲冷气嘛是共款的哦，只是放较细尔啦。好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嘿，买单哦。好，来这边紧的哦，愈来愈紧哦，无时间要到啊哦。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烫发体才会透心凉。哦，烫发体才会透心凉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来这边。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洗冷水才会透心凉。啊，洗冷水才会透心凉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好，袂歹。买单啦，来。热天要到，一定爱去海边才会透心凉。嘿啦，一定爱去海边才会透心凉啦。好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会使哦。来，紧来，来。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步冰角才会透心凉。哦，步冰角才会透心凉，真有道理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袂歹。步冰角哦。热天要到啊，一定爱上关山才会透心凉。啊，上关山。哦，位对山顶去就对去啦。山顶啊。哦，较凉的较凉。好，来上关山，老师安对唔对？你若伫咧路一定足热的。是，一定有伊的道理啦。是啦。好，不要紧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咱家和万事兴得到1分哦。咱来听老师啊来解说哦，是安怎袂当上关山吼？来，老师。啊，你上关山吼，咱伫咧过程中吼，你会感觉足热。你若讲去海边，你就伫海边啊，你若热就海水啊。对。啊，你上关山，你咧过程当中一定是足热的啦。啊，若是去山顶，你若讲一定爱伫山顶，哦，安尼就无问题，因为山顶温度会较低。啊，袂当安尼行有诶行动啦。上关山咱会感觉迄是一个行动嘛。对。哦，你伫要变上关山嘛，你变上关山迄路，你若热天时去行看卖，免行10分钟你就规身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咱搁后一题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请手答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出题。请问我伫学校安怎
转厝互阿母安怎？我伫学校拍同学，转厝互阿母处罚。但是这但是唔好，好来这边。我伫学校贪婪，转去互阿母鼓励。阿母鼓励伊谈恋爱啦。安尼对唔对？台语先拼先，5000块会当互倒一队提走咧。请问我伫学校安怎？转厝互阿母安怎？哦，你学校安怎？转去厝互阿母安怎？嘿哦，好，来有啊哦，来咱请手答。无人要唱啊？哦，有。好来，加油，万子英。我伫学校拍同学，转厝互阿母处罚。哦，拍同学互阿母处罚，老师安对唔对？真好，但是这但是唔好哦。好来这边。我伫学校考100，转厝互阿母学了。哦，考100互阿母学了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正确。嘿，好来这边。我伫学校互欺负，转厝互阿母笑。哦，你学校王球转去互阿母笑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正确。正确哦。好来。我伫学校谈恋爱，转去互阿母。鼓励，我伫学校谈恋爱，转去互阿母鼓励。你学校谈恋爱，好啦，转去互阿母鼓励。阿母鼓励伊谈恋爱啦。安尼对唔对？主要是大学生会使啦。听起来是哦，老师对你就好哦。不过爱较大汉的时阵谈恋爱较好啦，吼，来加油。好，就这代志。好，你来。我伫学校偷物件，等于阿母罚规。哦，你学校偷物件，等去互罚规，老师安对唔对？会使。变收的拢较无共款哦。好来，三个。我伫学校跋一倒，转厝互阿母呼。哦。拄啊笑甲有无共款哦。来问老师哦。嘿，你学校跋一倒，啊，转去叫阿母呼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来，今日恭喜我来。来。我伫学校写卡片，转厝互阿母欢喜。哦，你学校写卡片，转去厝互阿母欢喜，送阿母的意思就对啊啦。母亲节啦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嘿，好，来，这个牛。你学校？我伫学校卖老师。美老师啊，转去互阿母精落。哦，这听起来是真。你学校美老师转去互阿母精落。哦，两个字嘛，精落。精落哦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歹势，伊讲起来，敢若讲整落，敢若2字，其实是3字啦，整落去。哦。啊，整落去3字，啊，伊遐两个空格尔，啊，你3字放喺2个空格，放袂出去啦。字数无合对啦。你听起来是讲整落，但是整落是合音吼，伊其实是3个字，其实2个字，整落去，落去2字嘛。啊，即摆含咧整加起来就3字啊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行真好。你下个代志啦，拢已经发生啊。对，大家拢讲出来，讲出来。不管是拍老师啊，是偷摕物件，拢有讲嘿。是，好来，咱即摆已经分数有啊嘛吼，所以讲咱要搁后一题咯。一定爱。哦，一定爱甲分数摕起来，咱加油哦。运动加精神吼。手牵啊两个点名条，讲请就代表在当试哦。好来，上诶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你伫教我安怎，我会安怎？哦，你伫教我安怎，我会安怎？哦，来，咱请唱答。哎呦，来，万主席，请回答，来。你一直教我扇嘴皮，我会变面。哦，你教我扇嘴皮，我会变面的黑暗面吧？好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正确。好来。这个你伫甲我灌烧酒，我会酒醉。哦，甲我灌烧酒，我会酒醉啦。一定的啦。是，老师安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来继续来。你伫甲我烫衫裤，我会感冒。烫衫裤。你伫甲我烫衫裤，我烫衫裤，我会感冒。哦，袂歹哦。应该唔是干那感冒啦。老师安对唔对？
伊若烫衫裤会使啦，烫衫裤就不使啊，但是会使解说做烫是衫裤。后来换咱水果娘。你一直甲我洗目尾，我会歹势。哎呦，甲洗目尾我会歹势啦，老师对不对？会使。正确，哦，明白明白。你一直甲我练小话，我会俩讲。好，甲我练小话，我会俩讲哦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快点快点。因为迄落拢袂歹哦。对啊对啊对啊。来，你甲我讲白菜，我会相信。哦，你一直甲我讲白菜，我会相信嘛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对啦，袂当讲白菜啦吼，来。你一直甲我摸尻川，我会生气。迄两字要改一个无，袂使共款的哦，袂使甲别人共款哦。无生气啊，生气用过来啊。他都会讲是生气的伤心，我袂记。伤心，你讲伤心，不要紧，生气的当。来，好，摸尻川我会生气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啊，这唔通啦，这唔通。来，这个你。你一直教我唱情歌，我会欢喜。哎呦，教我唱情歌，我会欢喜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哎，唱情歌哦，来这边。你一直教我金金上，我会恋爱。哦，你一直教我金金上，我会恋爱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哎，歹势这恋爱，而且用法无正确。伊迄落啊，伊迄。对的，迄落啊无正确，不要紧，分数。恭喜咱这个水姑娘终身开启了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啊，哈，来老师。好，因为恋爱，而且吼，放伫迄个架内面，咱袂讲会恋爱，我会感觉得恋爱，是，安尼就会通啦。你讲我会恋爱，就感觉迄个语法是不正确的。啊，老师有啥物其他的话会使讲心动的感觉无？哦，暗爽。暗爽在心内，嘿啊，原来就是暗爽啦。老师的台语有够厉害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，看咱水姑娘。得到1分。啊，那咱加号万岁耶。得到2分，所以得到5000块咯。好，继续搁飙落去哦。起来，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高机。台语蒙看麦。哇，蒙看麦是咧蒙啥话咧？蒙一寡咱生活当中的物件。哦，啊，咱用台语甲讲出来。对，但是有的吼是活的，有的是擦的，有的是尖的，有的是扁的，有的是圆的。哎呦，甚至有的是臭的。哎呦，啊那臭的咱即摆拢会偏掉咯。所以讲这应该唔是臭的哦。这边应该唔是臭的啦。哦，啊嘿，啊咱分数哪算？哦，咱这回合吼有5题。5题。嘿，2边来抢，得到上最题的人就才得到这回合的奖金1万块。哦。所以讲咱来今日甲抢起来，咱即摆第1位建起来会紧张袂？苗公。小看啦。苗公，我问你，你看会到什么物件无？看到美秀姐就水的。哦，这一定的啦吼。这当然啦。哎，咱你捌看，你看到内面什么物件？无，我唔是赌神。哦，这是正确的，因为迄种电影的效果啦。哎，你头拄讲手伸入去，就要安怎？无啦。伊若伸入来，就要甲拗哦，什么？我会甲笑笑。因为咱两个等下爱同齐落去，嘿，望看什么物件？是啊，你爱会记哦，伊袂讲哦。我会较细意的吼。较细意，你即马甲拗长了，就唔知要安怎。万不离请5个来坐你肩胛头对无？嘿啊，咩啦？我直直爬袂起来，唔知为虾米啊？好，不要紧，咱今日20分先甲摕起来，再讲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好来，恁准备好啊哦。好，我会紧张。请看头前。台语望看麦开始。请伸入去。嘿，看头前哦。是啥物？知影啥位？啥位？哎呦，足恐怖的！哎呦，啥位？来，别讲。倒球拍。什么？佮讲较正常。较大声。倒球的迄拍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倒球拍？伊知影是啥物，不咱台语无安尼讲，还是？哦，知影是啥物啊？即马就是，即马你机会来啊！吼，你来。我唔知要怎讲呢。想看卖，试看卖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捌听过无？一定甲一字有关系嘛？迄圆圆的叫啥？对啊。
乒乓，哎，这乒乓什么？乒乓拍。哎嘛，真好听，乒乓拍。那是碰拍的爱我哟啊，乒乓拍。佫有一种讲法啦。嘿啦嘿啦。嘿，佫有一种讲法。乒乓杯。乒乓杯，差不多啊哦。是哦，乒乓杯哦。差不多啊，按问老师看老师同意。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乒乓杯？嘛无安尼讲，嘛无安尼讲，好，不要紧，一定。上主要是迄点你拢无讲出来。嘿。哦。球杯。头前呢？球杯。啊，头前啦。顶面乒乓球杯。哦，安尼会使。结果伊手掉啊咧。真正诶。是。有感应，有感应。不要紧，来分数。恭喜咱这边得到分数啦。好，来，咱来请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对，咱台语会使讲球杯啦，哈。啊，但是因为这是拍乒乓用的，所以咱爱甲乒乓讲出来啦。乒乓球杯安尼就较正确。啊，佫有一个讲法是照日本来讲6K度。6K度。拍乒乓的人拢讲6K度。6K度。嘿，讲有爱拍的人身躯拢随时炸咧。是。哦，那有机会就拍。身躯拢炸一支6K度，啊，无就是讲乒乓球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袂歹，尽量讲，大家尽量发挥啦。吼，一定会互恁讲到的啦。吼，好，不要紧哦，20分摕到啊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即摆你看起来其实紧张咧。是啊。你唔好看，我看者。甲多摕出来时，我哎呦，系啊。你免啦，你来你搞到啊！哎呦，咪来安尼你顶无惊啦，我先懵啦。系啦，做伙啦，你去惊？你一直顶当无？系啊。哎呦，讲会插诶，会插诶。那你咪冲入去啊！好，因但是你会惊无？小可。袂啦，你应该袂惊啦。小可啦。准备好啊！来，咱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。来，请蒙啦，请蒙。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伫讲伊伫叮当。干嘛喂？来，有带不？他车手带不？先起落，先起落啦。我感觉你要起。哎呦，乌酸。什么？你手皮看卖有臭无？什么啊？什么啊？干嘛喂？是阮在问你什么？呱迄啥？呱！参哦。参鸡。参鸡。哦，是嘛？我用袂记你叫啥呢？我真是啥？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参鸡对唔对？歹势，台语无安尼讲。哦，不要紧，大前够另外一种讲法。大进去啊！来，四卡。四卡，老师对唔对？你个两个，哎呦，真吵，哎呦！这你做懵的时候，我感觉这做了有淡薄仔成诶。华语讲田鸡，毋过咱台语袂使照是讲田鸡，咱有讲水鸡啦。水鸡。嘛人讲水鸡啦。参甲啊。嘛人讲参甲啦。参甲啊。哎，拄则讲四卡啦。四卡。嘛人讲四卡鱼啊啦。四卡鱼啊。所以有足侪种讲法咧，但是伊讲迄个拄好无。其实还佫有其他的。无共款的，我记得实在佫有一种叫做石港，嘛是一种物件，但是伊较山心较长，无共性的一般水鸡一巴肚较大，是，所以无啥共性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不要紧，分数佫加落去哦，咱这边爱佫加油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啦。是，这组的吼配料真好。系啊。红甲青，哦，红果甲六果，是，对，睇过啦。而且咱拄仔咧放物件的时阵啊，哦，伊嘛会紧张呢，真正，你应该较袂紧张真诶。足紧张的。我足紧张的呢。足紧张诶。哎呀，拢是寒。手寒。系啊。啊，袂啦。妹妹啊，较人小姐拢无手寒。有人我起给我陪啊。是准备好啊好。今日来台语，望看麦，来目睭看头前，望落去。开始哦。哎呦，冰冰着，是咪冰冰？好，来，三位，来。什么？迄个手无啦。什么？你望的什么？冰冰。嘿对。灭火器，灭。我知你知影意思，不要哭。
要紧，你知影安怎讲，你就尽量讲出来。尽量讲，嘿，免费期，气灰烫，气会烫，哦哟，哦，袂歹哦。免费烫，玫瑰烫。哦，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，玫瑰烫会当？应该是无安尼讲。哎呦，就是讲法啦。啊，你来知影紧持。好来，我知影，来，你讲啥？灭火器，灭火器，你确定要安尼讲？嘿，确定哦。来，老师，灭火器对不对？其实安尼讲。好，来分数。啊，恭喜这边得了1分咯。来，摕出来让大家看一下。嘿，那我先甲迄个插，先甲插入去。哦，伊会爆炸。袂，伊个插入去就好啊。啊，这个照字当然灭火器应该是无问题啦吼。啊，咱台语嘛有人讲伊就是消防管啦，消防怕火管啦。哦，拢有人讲啦。啊，伊拄则讲的，我无互伊正确意思，伊讲灭火烫。你嘛无相信，搁一个烫，咱这个袂使叫做烫啦吼，因为烫一般是咧缀物件用，这是一个敢若管啊共款的物件，哦，所以你若讲管，哦还是讲气，安尼就较无问题啦。是。啊，不过伊讲的是烫，听起来较无像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袂歹，咱搁加油哦。好，来，够2位吼，够2位哦。够2位。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这回合其实真好，真趣味。啊。是，会惊无？会惊。伊上惊啥？不过我拢感觉吼，你物件去拢无讲真的，你若真正吼，找迄参甲来啊，无论啥来，你用真的就好啊。这是真的。哦，真的。这是真的。这是真的。敢是我的？真的。这是真的。无话。无啊。拄啊死呢。我来问看卖，应该搁烧啦。歹蒙啦。好啦，阿公无咧惊啊。不过即摆拢袂叮当啊。袂叮当。伊拢做阿公啊，伊讲无咧惊。看头前哦。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。哎呦，查甫的懵掉，查甫还未懵掉。哎！啊！心抽残呐。气龟。气龟。你确定气龟哦？我就想到这尔。龟啊掉咧。哎呦！我会记阮阿嬷有讲过啊。阿嬷讲确定不是啦。阿嬷确定讲。阿嬷做的是龟啊掉。小黄瓜，咱常常咧食，你敢知影伊的台语安怎讲？台语望看卖，来开始望。请望。看头前哦。我懵无。后壁向后壁去。哎呦，走，哎呦。走呀。哎呦，查甫还懵掉，查甫还未懵掉。啊！心抽残呐！是啊，阿公是啊。来，阿公是啥？气龟。气龟应该是另外一种。气龟。另外一种。问老师对唔对啦？我无啥确定呢。你确定气龟哦？我就想到这尔。哦，气龟。好，来，老师气龟对不对？还是不是？哦。迄另外一种品种吧。我问，等下老师解说。好，来，你，我知影。好，你讲。闻到味。闻到味。这个有味，你看，因两个话粗残。龟啊，会咱叫龟啊。龟啊。是啥物？龟啊，你确定是龟啊？小黄龟。小黄龟。龟啊好啊，好。龟啊好。龟啊老师龟啊。龟啊范围伤宽啦。哦，龟啊的范围伤宽。无阿公阿公来。我想不出来呢。我紧试看卖。几个字？你甲讲者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。伊头拄讲到头前2个字。是。龟啊。龟啊。龟啊什么？哦。龟啊，开始吗？哇！龟啊，凊彩斗一字啦，免阁懵啊！嗱，你已经知影啥货啊？搁一直懵。讲一个较有安全感吗？哦。你龟啊油。哦，袂歹啊。龟啊油。
哦，袂歹哦，无定就是对啊哦，龟仔油。哎，敢若迄个罐头顶管拢会写对哦。哦，对对，来老师龟仔油对唔对？嘛无安尼讲。哦，来巧克力有机会。龟仔条咧。哎呦，嘛是罐头有写的哦。我会记阮阿嬷有讲过啊，伊就会煮诶。龟仔条，老师对无？龟仔条啦。阿嬷讲确定。阿嬷确定讲。阿嬷做的是龟仔条。这有两种讲法啦吼，有人讲龟仔泥，龟仔泥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你若讲龟仔泥就对啊，另外一种叫做牛仔龟，牛仔龟，华人讲牛仔龟，哦，牛仔龟、龟仔泥拢会使，但是因两个拢无讲。伊讲龟仔范围伤宽，物件你若龟仔类拢会使讲龟仔，是，哦，啊，无一定是这。你讲早时配卖迄咸龟仔，迄嘛是叫做龟仔，是，啊，迄就无一定是这嘛。好，不要紧，这咱即马公平啊，即马这1分，即马2分，剩上尾啊1位啊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哦！来，咱今日换啦。拄只迄个龟仔泥嘛，可以当食。对。不过这佫较恐怖，这比龟仔泥佫较长，佫较长。对，这吼食的毋是，就是你死我亡。一定的，一定的。真恐怖。好，来准备好哦。看头前哦。来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望入去哦。请望了。知影就紧来唱。被背出来啊！等一下。哎呦！你看阿背面，你看阿背面，敢若闭结的。好来啊！想者。好来，知影就紧来唱答无？爱吃啊，爱吃啊！啊来，糖啊吃啊哦！哎呦！哦来，阿培。这你应该用过哦。我唔知每一人个习惯无共款啦。用过。这应该讲。伊吼，佫有大条，佫有细条拢有啊。你来经，顶一间，下一间，下间。下间我是看听，下间确定。确定哦，确定哦。确定哦。来试看卖嘛，拄啊开始尔嘛吼。好，来老师下间对唔对？歹势唔对。哦，唔对，不要紧，等下佫有机会，紧来想。伊是用 AI。哦 AI 哦。用 AI。当时会用到 AI 哦。什么？风啊，啦，来。无确定啦，试看卖。不要紧。青。青哦，你用穿衫的穿哦。下青哦。哎呦。哦。撑的台语。啊？撑的台语。经。爱相信家己，你拄啊讲啥话？下青。快点哦，我看老师哦。好啦，下青。老师下青对唔对？塞奶无好。你看这个单元一个敢比给呢，一个后来皮皮，伊拄啊有讲出来啊哦，你应该是知影啥话哦。下是对的啦，下是对的。对。啊，伊的台语吼，伊是一个动作啦。哦，动作。哦。啊，什么？白，下白，我搁会走咧。下白哦，无定就是真正可以下白起来哦。好，老师是不是下白？嘛不是。如果要接金啊，接金对不？对。哎呦，接金啊，接金！洋洋，加油，机会到。下拔，嘛是足惊接金啊，接金啦。对，下拔，确定无？下拔。好水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下拔？嘛唔对。伊这念法其实拢差不多啊，有要上。迄个艺术高啊。对，啊，不过真可笑啦。唔对你啦。好，来，咱问老师哦，吼，来，老师。应该是去用法用斜拔啦吼。是。所以讲啊，这个拔咱台语讲背啦。咱讲菜头甲插头啊，咱迄个电脑不爱用，咱插头甲背起来。背起来。所以叫下背啊。下背啊。啊，有人讲下背啊。看你倒位啊。是下背啊。对。啊，下背啊。下背啊。对啦，啊下背啊，下背啊，这两种拢会使讲。不过两个讲的拢无偌济个吼，拢二种远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两位，请回。哎呀。
其实有当时啊，平常时啊，恁若要参加阮的节目吼，不要紧，你厝的有啥物吼日常啊，有啥物节啦吼，无就是管啦，无就是啥，你拢去问妈妈，无就是问阿妈讲，这到底安怎讲？叫什么？无条就来阮遮就会考到哦。拢会啊。好，好来，咱即摆来看分数，先看水姑娘啊。水姑娘啊，得着1分。啊，那嘉豪万寿兴呢？哦，因得着2分哦。所以得着1万块的奖金。哦，所以加起来就是15000块啦。哦，15000块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支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斗阵拼输赢，是。这吼就是这个回合，就是咱大家要团结。嘿，啊，伊的分数吼，其实真简单。对。吼，来分数安怎讲？咱这回合就是5条命回答5个问题，甲上尾啊，倒一堆剩上多的命，就才得到这回合的2万块。哦。哎，水姑娘要拼搏就靠这道啊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高雄古早号做打狗，恁敢知影安怎会号做打狗呢？A. 以早遐狗真多。B. 原住民话竹拿的意思。C. 代表还未开发的所在。哦，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是 A、B、C， 答一个咧。好来，时间要到啊！3、2、1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哦 ，CCBBB， 无 A， 哦 ，CCBB， 哦，同款哦。来，我来问一下咱队长是啥呐？会选 B。电哪的意思吗？打狗是因为塔卡奥嘛？塔卡奥应该是较早原住民语。有可能啊，真成的款。是，所以讲恁的答案嘛是有 C 哦，哦，啊未开发的所在是啥呐咧？红毛咩？AYO。主要是想讲分配答案啦，啊，一方面嘛是想讲，敢有可能以早无开发，所以或者打狗安尼。所以你甲风险分几啊啦？对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有米，这边3个，这边3位。哦，3条命。哦，这原来是原住民的话啦吼，因留落来啦。啊，咱汉人吼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就照因的话，因的音安怎咱即嘛无人知啦吼。不过接近咱台湾人讲打狗的音啦，所以咱台湾人改号做打狗，啊字就写做打狗这2字啦。哦，因为日本人来以后看讲，哎呦地名叫做安尼足歹看吼，因就照因日本人去听到的音吼，因为照日本话吼，因塔高，汉字写出来就是高雄。所以咱即摆高雄是其实是日本人号的名，是照这打狗这个音吼，应该念做塔高啊，塔高用日本的汉字写出来就是高雄。所以即摆才变做高雄。啊，这个本来是顶拿的意思啦吼。啊，顶拿就是因为迄当阵啊有足侪迄个海产要来吃，因为了保护家己，啊，因前迄毋是普通的顶啊，是叫做刺竹。啊，迄个刺竹有足侪刺啊，你要弄过迄个刺竹会受伤。无遐尼简单，所以因是用这来保护。啊，因为真大片的这个顶拿，所以因就甲这个所在叫做安怎讲，咱即马毋知影啦。但是就是听起来甲咱台语打狗真怪的音，啊，这是顶拿的意思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咱你嘛，互咱了解。嘿啊，佫学到啊，佫学到啊。是，无毋对。好，来，咱后一题啊哦。来，咱请后一题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美国 CNN 前进报道台湾的观光，但是甲台湾倒一方面讲做是地角咧，咱吼一定要好好啊注意。A. 行路人的交通 ，B. 空气污染 ，C. 夜市啊卫生问题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 A、B、C 哦 ，A 是行路人的交通哦，哈，来 B 空气污染，嘿，啊那 C 就咱即马周围拢有的嘛，夜市啊卫生的问题哦，好，大家拢有答嘛哦。来3条命哦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真紧！来，咱请起答。好 ，A， 哦，
皮皮。报道拢看到。对啊，报道拢是吼，这咱大家拢爱注意的哦，所以讲你嘛无啥想要回答就对啊啦。嘿啦，伊个一句话报道看到啦，看到啦，好，最近拢咧讨论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啊，自己做乐团的性地拢较歹。哦，是，袂因性地真好，因拢趣味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看是毋是 A 咧？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大家拢有看新闻啦，是。好来，这三条命佫留落来啊！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咱台湾的交通哦，过去拢注重要互车好行啦，是，较无去注重讲人要安怎伫路咧行，所以拢无留真侪空间互人咧行。啊，这个问题吼，伫台湾真正足严重的，因为有人去统计过吼，咱台湾人吼伫路的行路的人去互车弄死的吼，是这个日本的4倍。哦，表示啥物？咱台湾人吼，赛车人拢无啥咧尊重行路的人。啊，咱的路嘛，真侪拢无留互行路的人去行的所在。是。迄路人甲车的修正路，所以这是咱台湾上麻烦的所在啦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有影这问题是从咱以前自细汉咱囡仔的时阵到即嘛，拢有一定会发生的问题。所以讲哦，互相尊重啦，这政府嘛爱注意啊。吼，咱家己行路的人嘛是爱注意哦。哈。好，来，搁继续哦。来，咱请后一题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上好食的山药爱文山药，这个爱文的名是安怎来的咧 ？A. 日文反过来 ；B. 山药看来敢若爱心的 ；C. 一个美国知影园的名。感觉有先感觉有了先爱心。你敢知影有一种山药做牛兰山，你知无？迄嘛是真有名的山呢。对啊，足大山的。是，伊台湾的山也真济啦。对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台湾上好食的爱文山药，你敢知影伊的故事咧？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是日文翻过来的，还是讲哦，山药生到就敢若爱心呢？还是讲一个美国知影咧卖知啊？哦，美国有山药无？啊，逐工咧食，从来捌想过。来，时间要开始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咱请示答案。有啦，这拢有分开啊啦，吼 ，A C A，B A A， 哦，是安那？你是感觉是翻译的？这嘛是有2个意见拢无共款，唔知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。是，所以讲你家你风险甲分开就对啊啦。啊，你嘛对咧吼。对啊。是无唔对，啊，拢无人选 B 呢吼。有啊 ，B 伫遮 ，B 伫遮。A B。哦，你感觉？有先感觉有了先爱心呐。有吗？感觉有啊。是有吗？哈，有你心啊，有心哦，看唔见个。拢嘿，拢是爱心，拢是嘿。你敢知影有一种山叫做牛兰山，你知无？是，迄嘛是真有名的山呢。对啊，足大山的。是，伊台湾的山也真济啦。对啦。吼，什么品种的真济啦。啊，不过到底是哪一个，我嘛唔知影。那 B 吼，伊就再见。是。啊，那 C 吼，就恁再见。哦。是哦，不要紧啦，看咱会当变盘无？好，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紧张。是。哇，来，看完，好，来，咱试失败，咱这边咱拢总试失败。可能因无想到讲美国有山药啦吼，啊其实咯，这个山药原产地嘛唔是美国，这原产地是印度，啊咱台湾是荷兰人的引进的，啊伫咱台湾即马品种足济，但是咧唔是所有拢是咱台湾栽培出来，这个品种是美国人，美国伫这个迈阿密哦 ，Florida 哦，因这所在因的天气甲咱台湾真共款，拢是外海啊，佮足热的所在。所以有一个人吼，因就伫遐专门咧栽培这个山药品种的。啊，因本来栽培这品种叫海顿，吼，咱改翻做海顿吼。
黑等一种品种，啊，不然因甲这种品种甲另外一种品种来合作伙以后，再卖出来另外一个吼，就是新的品种。啊，这个知影园的头家吼，伊这知影园名叫做 Irwin。啊，因就甲这个山新的品种改叫做 Irwin。啊，不然咱去甲这个品种引进来咱台湾的时候，就叫伊 Irwin 的音改翻做艾文。哦，因为音真话叫做艾文，啊，其实伊是叫做 Irwin。啊，你若用华语念做艾文，就改 Irwin， 音足共款的，是用迄个音，所以甲山的型无关系，是迄个 Irwin 迄个音翻做艾文，啊，佮用咱台语念做艾文。所以这山的品种是对美国引进的。变盘咧！哎呦，有影咧！是。好，进来看分数，来看分数个零。即马佮掉一条命题的，所以因得到机会下面2万啦。来这边加好万主英嘞。哦，因即马无命，但是呢奖金嘛是15000。2万加15000。哎，收落去，敢未摕到登去啊？我都唔知影哦。进来咧，小弟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秒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秒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登去。嘿，小弟我来排。哎呦，大家做伙排哦。哦，要安怎排咧？咱这回合吼，都是会出5题，拢是咱听到看到的台湾俗语。哦，啊，因看到头前了，就想看卖后壁要安怎接5题5个人分别甲接起嚟安尼。奖金偌济？2万。2万，所以讲是20秒。20秒，安尼敢有够？嘿，咱这到人足好的，佮加30秒，互你好无？30秒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先排好，来第一位。来，加油哦！1秒换1000哦。嘿，啊，通啊互相讲拢袂要紧哦，啊，饲较紧的吃完就紧的走哦。好，来准备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有了，哎呦，这个好节，090，1 2 3，对。来，兄弟哪讲心，什么？乌头变，乌头变金，来头，过来咧。金蕉杯，来头过来。西龟，好，进来，拍等什么？手是卡，啊，过来。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好，来，我还几秒？嘿，因即马够剩24秒，所以是有奖金2万块拢摕上去啦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啊，这个俗语拢足常听到的啦吼。啊，这个去食看庙公吼，就是讲人这个庙公好心吼，收一个去食吼，去食偌久吼，感觉这是因厝，所以要甲庙公赶走啦。哦，咱就讲哦，这种行为吼，就是袂使哦，就讲咱台湾哦，原住民的所在啦，咱就是去食人占人的所在啦。但是咱爱尊重原住民，袂使什么共赶走。是。哦，咱袂使去食看庙公。是。好，啊，龙高龙还是讲连高连，拢会使讲啦。风高风就是讲，咱迄个个性较共款的人，较会斗阵啦。是。哦，袂讲去交一个甲你个性无共款的人，因为讲话讲袂下嘛吼。过来兄弟若共心，乌头变成金，就是讲，主要是讲迄个大家团结，吼，搁较艰苦的代志嘛会成功。哦，就讲迄无路用物件嘛变做黄金啦。哦，啊，过来是往来头四龟尾，这是咧教咱讲要食往来时吼，迄往来头是较甜的，就是咱看地面的叶还是顶面啦。但是伊头是伫下面啦，下面才是头，下面迄个所在较甜。啊，四龟多倒边，四龟顶安尼来吼，这个所在是尾，啊下骹才是头，顶管是头，下骹是尾啦吼。啊，伊下骹的部分哦较甜，所以四龟尾，四龟下骹较甜。啊，往来下骹较甜，但不过往来下骹是头，所以往来头四龟尾。啊，咱这个拍两手骨颠倒用，种手骨若转去，搁接倒转来，哦，咱继续会当奋斗。所以讲，咱手骨转去唔免失志，哦，你若接倒转来吼，会颠倒可能做以前做袂到的代志，会做成功。哦，所以咱拍两手骨颠倒用安尼。是，其实啊，咱这吼，咱的 app 嘛有啊。专家有智慧的 app， 即嘛有新的游戏，就是咱这个台语我来排，请大家会使甲阮download，就会使来排咱台湾的俗语啦。是啊，咱进前的游戏嘛是会当搁download哦。嘿，拢咧内底，拢咧内底。update 哦。吼，所以讲若要练习的吼，通去甲阮download哦。是。好，来2万哦。2万块咯。今日咱来去颁奖。哦，来，颁奖哦，这是咱第6季。
第一届。荣耀颁奖啊！没错，来，我就跟你讲，我拢做大方，尽量把奖金摕倒转去啦。冰盘了奖金上赞啦！而且哦，恁今日哦，真正有影有趁济咧，趁冰盘了，佫共趁一个迄落啊啦。啊，今摆直接祝大家安尼家和万事兴，兴兴啊！好，今日爱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是感谢咱的罗光行罗老师辛苦了。专家有地位哦，祝大家斗阵拼第一！哎，互你大家拢欢喜哦，咱再会。